各位成日過關返深圳、北上內地出差、探親嘅香港街坊，今日同大家爆一個烘焙行內絕密大實話。我咁講，90%香港朋友過關排隊北上港路，都會習慣性去西餅店掃幾袋麵包，糕點當路糧，當日日早餐。大家都覺得呢啲餅乾咧方便啦、頂肚啊、好食啦，塞入背囊啦，擺2-3晚都唔會壞，簡直係兩地走嘅神器。但我今日一定要揭穿呢個假象，千祈唔好再俾呢啲睇落鬆軟乾淨、香噴噴嘅麵包呃咗。我有個喺大型連鎖西餅屋做足5年嘅老師傅老友，離職之前毫無保留同我爆晒行內內幕。佢直言鋪頭賣得最火、銷量最高嘅7款麵包同埋點心，由管理層、後廚師傅到前台店員，全行內部人士一律唔會食，更加絕對唔會俾屋企老人同細路仔碰。呢啲睇落平平無奇、人畜無害嘅烘焙點心，其實全部係科技狠活堆砌出嚟。尷尬，食1-2次冇事，但如果你成日北上，日日攞佢當早餐、當路糧，長期落肚，只會悄悄加重身體代謝負擔。今日我就用最貼地嘅港式大白話，結合行內專業知識，逐樣拆解，句句乾貨，全程冇廢話，幫各位經常北上嘅街坊徹底避坑。首先第一種頭號重災區就係大家港路最中意手撕住食嘅奶油夾心麵包、白奶油小西餅，特別係嗰啲幾蚊一大個，睇落性價比超高嘅款式。大家記住呢個行內鐵律，真正嘅天然動物奶油由純牛奶提煉，成本極高，而且非常嬌氣，極怕熱，常溫擺一陣就會溶、會冧、會變形。色澤係淡淡奶黃色，入口即溶，清甜爽淨，一啲都唔漏口唔黏食。但市面上平價奶油麵包完全係另一套黑心配方嚟㗎。餅店為咗壓到最低成本，根本唔會落天然奶油，清一色用氫化植物油、人造脂肪、植物奶油，亦即係新聞成日講人人避之嘅反式脂肪酸。行內人都知，一桶劣質植物奶油價錢唔夠天然奶油嘅1/4，超級抵賺，而且穩定性爆強，耐熱、耐顛簸、極耐放。無論天氣幾悶熱，塞入背囊趕路2-3日，個造型依然堅挺企理，唔冧唔溶唔壞，完美切合我哋過關北上長途奔波嘅需求。但呢啲人工化學合成油脂對身體傷害極大，反式脂肪酸極難代謝，長期食會加重血管腸胃負擔。大人成日食都會積食反酸修身，細路仔發育階段食多咗，絕對阻礙成長，百害而無一利。教大家一招零難度肉眼分辨，唔使睇配料表都識避坑。只要奶油白得離譜、慘白刺眼，入口死甜厚喉，食完舌頭同口腔黐住一層油膜，久久唔散，黏膩悶滯。100%係劣質植物奶油啊！以後過關買路糧，見到呢類奶油麵包咧，直接撇，唔好貪平踩坑啊！第二種必須避雷，係香港人超愛買嘅超軟拉絲吐司、超軟排包。就係嗰啲輕飄飄、手感軟到離譜嘅麵包，好多街坊覺得呢啲吐司軟腍好入口，老人細路都食得，又超級耐放，係北上首選早餐。但係最離譜嘅係，你將佢用力黏實成團，一鬆手即刻彈返原狀。就算喺背囊焗3-4日，甚至成個星期攞出嚟，依然鬆軟如新，完全唔乾唔硬唔變質。用常識都知，純正小麥粉水烤冇整嘅麵包，水分揮發後一定會變硬變乾，絕對唔可能長期保持反常鬆軟。呢種違背食材常理嘅口感，全係科技添加劑堆出嚟。後廚為咗鎖住軟腍口感，延長保質期，會狂落過量麵團改良劑、工業乳化劑、防腐穩定劑，再加大量砂糖同精煉油，強行扭曲麵包本身嘅天然質地。行內私下直接叫呢類麵包做軟皮怪獸，湊近一聞就知有問題，完全冇天然小麥糠烤嘅麥香，淨係得一股直衝鼻腔嘅工業香精味，刺鼻又虛假。好多上班族日日攞呢啲吐司當早餐，以為慳時間好食，其實日日狂攝入過量添加劑。位老師傅話：我知鋪頭員工自己食麵包，從來唔掂呢啲超軟科技吐司，只揀即日現烤、保質期24小時以內嘅原味發棍、粗糧硬包，配料簡單乾淨，先至食得安心。第3種大坑，專門呃家長同細路，就係網紅彩色卡通麵包、造型點心、小豬小貓卡通人物款，色彩鮮豔，顏值爆棚，睇落超得意。
好多家長北上帶細路過關，見到呢啲靚樣點心，覺得得意，仔女又中意，順手買嚟當路途零食，咁仔神器。但我老實講，呢類係成個烘焙界添加劑最氾濫、最唔適合細路食嘅品類，坑深得你唔敢信。由專業烘焙角度講，真正健康嘅彩色麵點係用新鮮果蔬汁、果蔬嚟調色。天然食材上色有兩個特點：第一，成本極高，新鮮榨汁損耗大又費人工；第二，顏色偏暗沉，高溫烘烤後會褪色，絕對做唔出貨架上面紅到刺眼、綠到發亮嘅高飽和效果。呢啲賣得平、顏色豔麗、擺極都唔褪色嘅卡通麵包，半滴果蔬成分都冇，全係靠人工合成色素、工業香精、調色助劑溝出嚟。人工色素夠晒平，上色均勻，穩定性極強。點烤點擺都唔走色，剛剛好拿捏啱細路仔嘅審美。但係細路仔肝腎同埋代謝系統都未發育成熟，長期食人工色素同香精，後遺症好明顯。輕則味覺退化，挑食偏食，唔中意食清淡正餐；重則專注力渙散，坐唔定，脾氣燥。體質敏感嘅細路仲會反覆生紅疹、濕疹，皮膚粒粒，越食越差。所以各位家長記住，無論細路點扭、點撒嬌，幾想要呢啲靚得離譜嘅彩色麵包，一律唔好買。顏值再高都係添加劑垃圾，絕對唔值得為咗噉仔犧牲小朋友健康。第四種人人中招嘅爆款就係上班族最愛平價百搭嘅肉鬆麵包、肉鬆卷。好多人有個誤區，以為肉鬆係肉類，食肉鬆麵包可以補蛋白質、頂肚、舒緩趕路少太，係超高性價比路糧。但行內真相絕對顛覆你認知，市面幾蚊一件嘅平價肉鬆麵包，上面鋪嘅根本唔係真肉鬆，係行內俗稱嘅肉粉鬆，十足十假貨。真正嘅純豬肉鬆、牛肉鬆，選材嚴、工序繁、耗時長，原料同人工成本極高，根本冇可能平價鋪滿喺麵包上面賣。而肉粉蟲嘅主要原料只係大豆蛋白粉、豌豆粉、澱粉，再加大量植物油、鹽、增味香精、色素溝製，全程零純肉。大家食嘅時候應該感覺到呢啲肉鬆口感乾柴粗糙，嚼落好似乾草碎，越食越口乾。北上坐車食呢個全程喝到不停飲水，超級影響出行體驗。而且人工肉粉鬆高鹽、高油、高糖，調味厚重，食多極易反酸、胃脹、消化不良。除咗增加身體多餘熱量，零營養、零益處。老師傅喺後廚返工，見到呢啲肉鬆製品都直接繞道，從來唔變。第五種高危品類係大家北上探親做人情最中意買嘅手信，各類酥皮點心、蛋黃酥、老婆餅、紅豆酥、榴蓮酥、千層酥，全部中槍。呢類中式酥點主打層層酥脆，一碰就掉渣。正宗傳統做法，想要做出完美起酥效果，必須用大量天然黃油或者手工煉豬油。呢兩種原料造價高，油脂醇厚，香氣自然，食落香而不膩，先係正宗酥點嘅靈魂。但連鎖餅店為咗量產壓成本賺盡利潤，早就棄用傳統原料，清一色改用工業起酥油、人造氫化黃油。呢啲劣質油超級平，起酥效果更好，穩定性更強，量產效率爆升，利潤自然最大化。劣質起酥油整出嚟嘅酥點特徵超好認，聞落係假到爆嘅人工甜香，刺鼻唔自然，食兩口就會覺得喉嚨同口腔糊滿口油，味道深芳，反胃作嘔，完全冇天然油脂嘅醇香。除此之外，酥點餡料都係重災區，為咗延長保質期、慳成本，餡料會落超標甜味劑、防腐劑、增稠劑，無論紅豆、蓮蓉、榴蓮，全部係科技調味合成。細細一件酥點，集齊高油、高糖、高添加三大問題，妥妥嘅熱量炸彈。睇落精緻體面，適合送禮，實質係餅店內部員工死都唔食嘅科技點心，自己食送人均唔推薦。第六種隱慳甜點係冷藏櫃長年擺放嘅慕斯蛋糕、提拉米蘇、散裝小泡芙，好多朋友中意買嚟做北上途中下午茶，冰涼清甜，話可以解膩。大家記住呢個常識，用天然鮮奶油、新鮮生果整嘅慕斯同泡芙，保質期極短，冷藏都只可以擺1日左右，稍為擺耐少少就會發酸、變質、油水分離，根本唔可以長期售賣。但鋪頭冷櫃入邊好多甜點，擺2-3晚甚至更耐，依然外形完整、口感順滑、味道香甜，同新鮮出爐冇分別。
呢個唔係食材靚，全係防腐劑、穩定劑、增稠劑、人工香精嘅功勞，強行鎖住賣相同口感，減少店鋪損耗。尤其是係平價散裝小泡芙，坑最深，入面餡料根本唔係門店新鮮打發嘅奶油，係外購大桶冷凍成品奶醬，開封可以擺幾個月唔壞，全靠添加劑撐住甜味。呢啲甜點食落滿口假甜，全係工業調味，零營養之餘，北上坐車久坐食，好容易腹脹、肚痛、腸胃唔舒服，嚴重影響出行狀態。最後一種最易忽略嘅坑就係平價散裝月餅、麻薯、糯米糍，尤其傳統節日前後，市面會湧現一大批平到離譜嘅糯糍糍點心。老師傅爆料最隱蔽嘅行內黑幕，呢啲低價散裝點心好多係上年滯銷嘅陳年餡料，回收翻新，重新加工再賣。商家為咗極致慳錢，唔會用新鮮原料整餡，一律用廉價冬瓜蓉做底，再加果香香精、甜味劑、冒充紅豆、蓮蓉、芒果、板栗等高級餡料，好多人根本食唔出分別㗎。而且為咗長期擺放，杜絕發毛變質，餡料會落海量防腐劑，擺3個月都唔會壞。除此之外，嗰啲 Q 彈個頭完全唔黏牙嘅麻薯同糯米糍都係科技產物。純正糯米整嘅糕點一定軟糯黏牙，擺耐會變硬。而呢啲彈牙到反常、久放不硬嘅款式，全部加咗工業膠質、增稠劑、改良劑。呢啲工業膠質咧，極難被腸胃消化吸收嘅，長期食用咧會加重腸胃負擔，經常積食啊、脹氣啊、消化不良啊，再加本身高糖高油高添加，完全唔適合做北上趕路日常路糧，食得多負擔大，對身體零好處。盤點完7款行內人絕對唔食嘅網紅麵包點心，最後送大家老師傅私藏嘅港版選購乾貨秘技，簡單易記，一睇就識，以後買餅乾零踩坑。第一，優先揀即日現烤短保質期嘅基礎款麵包，認準保質期24小時內嘅原味白吐司、發棍、粗糧硬包，款式越簡單越安全。買嘢一定要睇配料表。記住黃金原則，配料表越短，成分越少，食材越乾淨健康，配料越繁雜，科技狠活越多。第二，識得避開配料表雷區，只要見到配料有人造黃油、起酥油、植物奶油、氫化植物油、人工色素、食用香精，無論包裝幾靚、銷量幾高、味道幾好，即刻放返貨架，千祈唔好貪平。第三，唔好俾顏值欺騙，拒絕反常食材。大自然穀物果蔬絕對唔會有鮮豔刺眼嘅顏色，亦都唔會有擺極唔壞、口感完美到離譜嘅食物。凡係顏色豔麗過頭、香氣濃郁得虛假、內放得反常嘅糕點，一律係科技合成，直接避開就啱。各位香港街坊，北上出差、兩地往返，只求方便省心、食得健康。真係冇必要為咗貪方便貪平，日日食一堆添加劑傷身體。呢啲行內先至知嘅內幕乾貨，記得轉發俾身邊成日北上兩地奔波嘅親友街坊，互相避雷，食得安心。記住，平好食內放嘅網紅點心未必係好嘢，樸實簡單嘅天然食材先係最靠譜最健康嘅選擇。